真厉害啊！不过再强的人也会露出破绽。果儿娃，只能靠你了。笨蛋，你没看到我也被突破了吗？你可是我心中的第一啊！拿出凌驾一切的自信吧！全正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太慢了！过了一个人就放松警惕，这可不行！哈哈！球给我留下，别忘了我！看得不错，我们既可单兵作战，也可抱团。短短6分钟就进了2个球。全中，你们这个状态想要赢我们有点困难啊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现在下定论太早了吧？为时过早吗？那就来打败我们吧。这就是冠军队的实力吗？好强！可恶啊！我也想上去跟大家一起。小栾，2鼓1，就是这样，不要忘了自己的队友。多谢前辈。实验下新技能吧。传球的话，尽早起脚斜45度传，这样更快。谢谢前辈。完蛋！决一胜负吧，前辈。放马过来吧。现在的你赢不了我。我试试怎么知道？他动作太灵活了，这家伙，小前辈，可恶，破坏了我得分的机会。这么古老的1对1盯防，想破解也太简单了。这3个人防守做得太差了，破局就从翔这里开始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哪有前锋前后转来回跑的？你家球员一直这样吗？是啊。防守！新月射门！不是射门，是想传给谷雨。就想射门！我的吧，我的球感早就今非昔比了，这一球肯定能进。进去啊！上半场结束，门柱没进。史源前辈，你刚才其实蹭到品翔的球了吧？一点点。大家不要丧气，比赛还没结束呢。可是我们已经落后3球了。没事，有我在，你们怕什么？说得好，他们的防守技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足球的打法可是日新月异的。没错，就像刚才翔用灵活的跑位打破他们的4-3-3阵型，正是破解盯人防守的最优解法。你看到了？做得很棒，继续保持。而根据刚才的比赛，你们的站位和跑位都需要调整一下。听见没有？狗二娃说我很棒。蛋蛋、波仔、阿超，你们替换多来局3人，重塑后防线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蛋蛋，终于等到你们了，那就让我来试试你们的新锋线。只要后有我们在，就由不得你们放肆。全国第1的锋线球员，居然被拦截了！大哥，厉害啊！漂亮，不愧是我的徒弟。哇，我们的进攻被瓦解，和你有关吧？回地头，拦住！他早就跟不上我了。这家伙的体力比全国第1还要好。快传球给我！快传球给我！品翔太兴奋了，是因为又一次没进球失去理智了吗？
孤云，看来2次失利，你的队友已经不相信你了。球，我的球，我可以的。想你要干嘛？上面。你满意了？我放弃俱乐部的邀请，可不是为了看你胡闹。花儿娃，如果这是一场正式比赛，你的做法会让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付诸东流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家别放弃，我们再扳一球。好，大家加油，争取再进他们1个球。全正，你现在是拦不住我的。没甩掉。我绝对不放弃。你打算就这样放弃吗？说话呀！你对得起还在奋战的兄弟吗？你难道不知道，大家之所以愿意将梦想寄托在你打造的球队上，是因为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信任，全都是信任你，你知道吗？信任吗？我完全没有资格。能把大家聚集起来的你，那个一直以称霸足坛、成为绿茵英雄为梦想的你，比任何人都有这个资格。大家，对不起，我不要急，球权在我们手上，破门是迟早的事情。谁破谁的门还不一定。香，这家伙终于回来了吗？一直以来，我总是拖大家后腿。什么情况？只是这样的话，有着不想放弃的梦想，所以恳请大家同我一起跑到梦想的终点吧，拜托了。好。别忘了还有我们呢！翔，往前冲！品翔，接下来就看你了。这头球我可没输过。怎么会在这里输给你？比赛结束，3比4，于峰队获胜。我进了，我进了，我人生的第1球！输了，出不去了。别紧张，怎么？你们的信念、对足球的热爱，以及互相之间的信任，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足球的魅力，更让我们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。所以，我愿意放你们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出去了？万岁！这就是你们的愿望吗？这座别墅是为了培养于峰学院的下一支冠军球队专门建造的。他们也是在那时留下了数据与资料，只是可惜还没有投入使用。于峰学院因为资金问题而关校，这座别墅也就一直荒废至今。要知道，我们来自曾经的于峰学院球队，他们的资料、想法、信念都被我们一一继承。我们好奇足球这项运动。足球啊，真是一项有趣的运动啊！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想害我们。你们走吧，出去后记得关掉机器。队长，为什么要关机？你们会怎样？机器能维持运行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。即使当初于峰学院不破产，我们估计也不会被投入使用太久，因为我们的能耗太花钱了。花钱？我有花不完的钱，以后再一起踢球吧。终于回来啦！累死我了。不过罗奥师傅教的技巧真是很实用，我们也跟前辈学到很多。好了，本次特训结束，不过大赛将至，回家也不要松懈。那么解散。是。
皮箱。同学，要睡觉回家睡，要期中考试了，别打扰别人学习。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下课时间。回家？等等，回家？谢谢提醒，我这就请假回家呀。魔，我回来了。香儿，报告，有一陌生女子靠近老板，已被制服。你要死啊！这是我魔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老板，我不知道。我没事。不过你这是公司老板，自建球队，全国大赛，可以啊，婉儿。既然如此，那有个秘密就不得不告诉你了。什么秘密？其实你爸没死。啊？那他现在在哪儿？目前他还不想见你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当初的约定了吗？爸爸是睡着了吗？那爸爸什么时候醒过来啊？当你成为绿茵英雄的时候。当我成为绿茵英雄的时候吗？这个约定，正是我追逐梦想的动力之一。魔，我一定会完成这个约定的。我守着份安静，呼吸着傍晚，任由汗水浸湿衣衫。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，你我约定永远。再见。品祥，根据通知，这次期中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将不能参加任何体育活动。什么？